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这个龙德山，江湖边先生伫咧1990年代所完成的一部算讲做大河剧小说，所以来介绍头一位台湾头一位女医师。日本时代，我咱做无啥咧管台湾的记载，台湾自生自灭，当然以继续读落去。伊伫迄个啥 Clubhouse 甲迄个 YouTube 是，就是散播四价格。行咖啡，会处理。配音去市电铃，若是着当头详细看即个台湾出名的技术，但是部属顶乌下群的中年妇人人出来开门，伊一个看到配音，就随真欢喜用台湾话讲：啊，裴先生呀，你第时过来福州的啊？啊，这位是迄个妇人人，目睭看眼神，拄伫咧丢毒，配音就随接话讲：这个是我的查某人啦，叫做曲雅信太太。配音就反过头来替雅信介绍，三个人拢行入大门。就伫大门和正房之间的巷路，紧平紧行做伙。叶夫人倚伫咧雅信的一边，讲几句套头话。两个妇人人就袂输真密切。忽然间，叶夫人就讲：“曲女士啊，裴先生讲恁才结婚无偌久，安尼即回恁来中国佚佗，毋着会使讲是恁两个人的新婚蜜月旅行咯？”雅信咧笑。毋敢应，所以就由配音徛出来讲，身份是无毋对啦，啊若别关哦，歹势啦，讲咧讲咧，三个人就不知不觉大笑起来。无偌久以后，就来到正房，迄敢应该是迄种的吧？就讲，迄种建筑物就是接待人客，也是大厅嘛，所以伊用正房。当然，这可能是因中国话、中国字的迄个用字用法的习惯。就敢若迄个啥，台湾朋友利用因去本身因咧大厝的时阵所行迄种情形，所以伫龙德山内底，可能我嘛敢若简单讲过，啊，毋过伫台湾朋友内底，杨湘子因两姊妹啊，真拼势，伫咧溪口遐个建筑物嘛，遐个厝啊，所以可能咧描述得搁较详细。请讲。就是迄个伊姊妹啊，吼，伫溪口啊，伊打死命啊，迄个时阵毋是讲伊送迄个钱，吼，啊，就讲哪有可能会送人这做伴手，啊，佫有杀死命，拢互人感觉讲啊，因两个溪口佫无够，互人批评，就是较辛苦嘛是，嘿啊，嘛是互人讲解。迄个时阵。
中国人的讲话态度的啊，凊彩甲你打乌票啊，你又去飞回一步啊，我会感觉迄种的是当作狗咧吠就好啊。我的态度是安尼啦，狗咧甲你吠的是，你敢会甲伊吠落去？对，凊彩看无两牙错，讲你这毋对，迄毋对，啥咧又袂讲的啊，无违法的啊。伊汉的记忆讲，迄时做粗俗的，哪会伫小小的地方要送什么人做单路安怎。所以讲嘛，水准无够是无水准的人，因为看袂出来别人的水准，所以就直接讲人无水准嘛。啊，这就是因中国人的